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會同大家講下香港嘅生物多樣性。雖然香港土地面積唔大，只係一個彈丸之地，只有1000平方公里左右，但係呢個咁細嘅地方竟然有超過3300種植物，115種兩棲同爬行類動物，大約245種蝴蝶，仲有超過580種雀鳥，真係超豐富啊！冇錯，仲有啲特別嘅物種係以香港命名噶，例如香港茶、香港鳳仙同香港螺旋。講下香港茶先，佢有好大嘅紅色花朵，花瓣嘅基部稍稍黐埋一齊，仲有好多紅蕊陪襯。不過因為唔容易播種，所以成為咗瀕危物種。幸好經過政府遷地保育，而家喺啲郊野公園都仲揾到佢。香港鳳仙就中意喺潮濕嘅地方生長，佢啲花黃中帶紅，形狀好特別，花尾仲有條長彎彎嘅尾，入面藏住花蜜。得啲口氣夠長嘅昆蟲，例如蛾同蝴蝶，先可以吸到佢嘅蜜，順便幫手授粉。佢仲有個有趣嘅特性，就係當佢啲果實一熟，只要輕輕掂一掂，就會啪一聲爆開，將種子彈晒出去，所以英文名叫 Touch Me Not， 即係咪掂我咁解。至於香港螺旋呢，佢係一種主要棲息喺溪流同池塘嘅兩棲動物，有條修長嘅身體同尾巴，冇鱗嘅樣子成日俾人誤會係蜥蜴。佢黑色嘅身體上面有橙色斑點，係用嚟警告掠食者，我唔好食，又可能有毒㗎。雖然香港佔地少過中國嘅1%，但原來有超過1/3廣東省內嘅兩棲類物種，同超過中國1/3鳥類都喺香港揾到，真係唔簡單。但就因為香港地理位置獨特，又高度城市化，唔少物種而家面臨生存威脅，保育工作變得更加困難。講到保育，漁農自然護理署就係負責香港生物多樣性保育嘅主要部門。2016年，佢哋推行咗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，包括加強保育、推廣生物多樣性主流化、增進知識，仲有鼓勵市民參與。香港都有重要嘅保育區噶，例如米埔內後海灣嘅拉姆薩爾濕地，就係國際級重要濕地，當中棲息嘅雀鳥就已經佔香港總數超過70%。仲有塱原自然生態公園，係候鳥過境時嘅重要補給站，等佢哋休息一下再繼續飛。咁我哋大專院校學生可以點做啊？其實有好多方法，例如參加保育義工，報告到你觀察到嘅瀕危物種，甚至參與研究項目。學校都有生態學或者生物多樣性課程，學咗專業知識之後，可以實實在在咁幫手做保育工作。透過學習生態學同生物多樣性課程，去獲得專業知識，為保育工作出一分力。唔止咁，政府同非政府機構仲會定期搞生物多樣性日嘅展覽、講座、教育同宣傳齊齊上，大家可以去參加，認識更多。希望大家都可以一齊保護香港嘅生物多樣性，為未來做出貢獻啦！